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？一站起来就觉得头晕、摇晃，坐太久之后，脚好像不是自己的，或者你已经不敢走太远，因为怕跌倒。我在诊间看过太多这样的长辈，他们原本活泼开朗，后来却因为害怕跌倒，连出门都不敢。更令人心痛的是，许多人以为这是老化的必然结果，只能默默接受。但我必须告诉你，这不是真的。请一定要听完这一段影片。如果你不听，到最后你可能错过重拾平衡与自立的唯一机会。因为许多长辈跌倒后，不只是骨折，更是失去了生活的信心。他们开始依赖别人，开始觉得自己是负担，整个人的生命力就这样慢慢熄灭。我不希望你变成这样。今天我要教你3个完全不用站起来就能重新启动平衡系统的动作。这些动作不需要器材，不需要去健身房，甚至连站都不用站。你只需要一张床、一把椅子和愿意改变的决心。这3个动作会唤醒你身体深处被遗忘的力量，让你的大脑重新学会控制平衡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将一步步找回稳定，找回自信，找回属于你的生活品质。请告诉我，你从哪里收看这支影片？在我们开始之前，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你的所在地，也欢迎提出任何问题。别忘了订阅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能收到我们最新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有没有在认真观看这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数字1。如果没有，请打数字0。现在让我们开始这一趟重拾平衡的旅程。大多数人以为平衡是从脚开始的，其实不是。平衡的根源在于臀部深层的一块小肌肉——臀中肌，它像是你身体的减震器，决定了你坐得稳、站得稳，甚至走得稳。很多人不知道，当我们久坐，活动量减少，第一个失去力量的就是这块肌肉。它藏在臀部外侧深处，平常感觉不到它的存在，但一旦它失去功能，整个身体的平衡系统就会崩溃。让我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说明。想象你的身体像一栋房子，脚是地基，没错，但臀中肌才是钢骨。结构钢骨一松，整栋楼都会摇晃。地基再怎么稳固，没有钢骨支撑，房子还是会倒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练腿部肌肉，却还是觉得不稳，因为他们练错地方了。真正的关键在臀部这块被忽略的肌肉。好消息是，这块肌肉就算沉睡了很久，还是可以被唤醒。今天我会教你重新启动这块被忽略的肌肉，即使你现在只能坐着，也能一步步找回身体的稳定。这不是奇迹，这是科学。只要用对方法，你的大脑会重新建立与这块肌肉的连结，平衡感就会慢慢回来。接下来的3个动作，每一个都有它的目的。第一个动作，唤醒肌肉；第2个动作，训练力量；第3个动作，整合功能。跟着我一步一步做，你会亲身体验到改变。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开始。第一个动作叫做床边唤醒，这是3个动作中最重要也最安全的一个位。什么？因为它直接唤醒你的臀中肌，让大脑重新记起这块肌肉的存在。请躺在床上侧躺，下面那条腿弯曲，让身体保持稳定，上面那条腿保持笔直，就像一根筷子一样。现在慢慢把上面那条腿往上抬起，不用抬很高，大概10公分就够了。重点不是高度，而是你外侧臀部的感觉。抬起来之后停1秒钟，在这1秒钟里仔细感觉你臀部外侧有没有在收缩，有没有微微发热。如果有，恭喜你，你找对地方了。如果没有，也不要紧张，继续做，身体会慢慢学会，然后慢慢放下。休息1秒，
再抬起，重复10次，做完一边翻身，换另一边再做10次。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秘密，如果你抬不起来也没关系，真的完全没关系，因为在这个阶段最重要的不是动作本身，而是你的意念。只要你用意念去收缩那个地方，只要你尝试去感觉那块肌肉，大脑就会开始重新建立连线，这就是恢复的开始。我有很多病人一开始连1公分都抬不起来，但他们没有放弃，他们每天躺在床上，用意念去尝试，去感觉，1周之后，突然有一天腿动了一点点，那一刻他们的眼睛都亮了起来，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身体还没有放弃他们。你刚刚唤醒的不只是肌肉，而是你身体的信任系统。当大脑知道这里可以控制，整个平衡感会开始回来。这是一个连锁反应，从这块小小的肌肉开始，一层一层扩散到全身。这个动作建议你每天早上醒来就做，还没起床，躺在床上就可以做，花不到5分钟，但效果是累积的。一天一天，你会感觉到这块肌肉越来越有力量，越来越听你的指令。记住，不要急，身体需要时间，重新学习，给它时间，它会回报你。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进入第2个动作。第2个动作叫做以上整合。如果第1个动作是唤醒肌肉，那第2个动作就是教会这块肌肉如何出力，如何工作。因为光是唤醒还不够，肌肉必须学会在日常生活中承受压力。请坐在椅子上，背部挺直，双脚平放在地上，与肩同宽。现在拿一条毛巾或皮带绕在你的大腿上方，膝盖上面1点的位置。如果没有毛巾或皮带也没关系，我等一下会教你替代方法。准备好了吗？深深吸一口气，吸气的同时，双膝慢慢往外推，像是要把毛巾或皮带撑开，不用很用力，感觉到臀部外侧在收缩就可以了。停住，数5秒，1、2、3、4、5。在这5秒钟里，你会感觉到外侧臀部微微发热，甚至有点发抖，这就对了。这表示你的臀中肌正在工作，正在学习如何出力。5秒钟到了，吐气，慢慢放松，休息3秒，再重复，总共做10次。如果你没有毛巾或皮带，也完全没问题，用你的双手，一手放在一边的膝盖外侧，双膝往外推的时候，用手去抵抗它，你自己制造阻力，效果是一样的。你不需要任何器材，只需要自己的意志。这个动作看起来简单，但效果非常强大，因为它模拟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最需要臀中肌出力的情况，比如从床上转身，从椅子上坐起，或是准备站立的时候，很多人跌倒，不是因为站不稳，而是因为在转换姿势的那一瞬间，臀部没有力量稳住身体。这个动作就是在训练那个瞬间的力量。我要特别提醒你一件事，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不要憋气。很多人一出力就会不自觉地憋气，这样反而会让血压升高，对身体不好。记得出力的时候吸气，放松的时候吐气，保持自然的呼吸节奏。还有，如果你做到一半，觉得臀部酸酸的，甚至有点抖，那是正常的，这表示肌肉正在工作。休息一下，再继续。不要一口气做完10次，可以分成2组，每组5次。重要的不是一次做多少，而是每天都做。这个动作建议你一天做2次，早上1次，晚上1次，每次只需要3到5分钟。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时候就可以做，不会打扰你的日常生活。准备好进入最后一个，也是最关键的动作了吗？第3个动作叫做自力训练，这是3个动作中最进阶，但也最关键的一个。它会教你的身体如何左右转移重量，
这正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失去的能力。为什么这个能力这么重要？因为我们走路、转身，甚至站起来，都需要身体能够灵活地把重量从一边转移到另一边。一旦失去这个能力，整个人就会变得僵硬不稳。现在，请坐在椅子的前缘，不要靠着椅背，双脚平放在地上，膝盖弯曲90度，深呼吸，准备好，身体微微往左边倾斜，让右边的臀部稍微离开椅子，不用抬很高，一点点就好。重点是感觉左边臀部承受了全身的重量，停住，数到3，1、2、3，然后慢慢回到中间，再往右边倾斜，让左边臀部稍微离开椅子，同样停住，数到3，左右交替，各做6到8次。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动作要慢，慢慢移动，慢慢感觉重量的转移，不要急，不要用力过猛。你是在教身体重新学习，不是在比赛。如果你做的时候觉得有点不稳，可以用手扶着椅子的扶手或旁边的桌子，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。现在我要跟你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。我有一位72岁的患者林阿姨，她因为膝盖退化，已经2年不敢自己出门，每次想站起来都觉得腿软头晕，只能坐在家里看电视。后来她来找我，我教她这3个动作。一开始她连第一个动作都做不好，腿根本抬不起来，但她没有放弃，每天早上醒来就练，每天晚上睡前也练。3周后，她回诊的时候，整个人不一样了。她告诉我，她已经可以自己从椅子站起来，不用扶手，她可以自己走到厨房倒水，不用叫家人帮忙。最让我感动的是，她跟我说，医生，原来我还能做到这件事。她的眼神里重新有了光，那种光是对生活的希望，是对自己的信心。这个动作不只是训练，更是重拾自信的证明。你正在学会，身体不是无能，而是等待启动。只要你愿意每天花一点时间，身体就会回报你，它会变得更稳定，更有力量，更听你的指令。你会发现，原本觉得困难的事情，慢慢变得容易了。原本需要别人帮忙的事情，你可以自己做了。这就是训练的力量，这就是不放弃的结果。恭喜你完成了全套坐姿平衡复健系统，你唤醒了沉睡的肌肉，训练了它承受压力的能力，也学会了动态转移重量。这3个步骤环环相扣，缺一不可。现在你的身体已经开始重新学习如何保持平衡。我知道你可能有一些疑问，让我帮你解答。多久会看到效果？根据我的临床经验，大部分人在2到3周内就会感觉到身体变稳了，有些人甚至1周就有感觉。但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同，请给自己一点时间。要每天做吗？是的，这3个动作加起来只需要5到10分钟，但必须每天做，就像刷牙一样，把它变成你的日常习惯，持续才会有效果。这样真的能让我重新站起来吗？这是第一步。当臀部的力量回来了，身体的平衡感回来了，站立自然会发生。不要急着去测试，让身体自然进步，力量先回来，站立会随之而来。现在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，请在留言区写下“臀力启动”这4个字，让我知道你准备好开始这个旅程了，也让我们一起见证你找回稳定的时刻。如果这一段影片给你希望，如果你觉得这些方法有用，请分享给你的家人、朋友，特别是那些也在为平衡问题困扰的长辈，也许你的一个分享就能改变他们的生活。最后，我想再说一次，你的身体还没结束，它只是在等待正确的训练，等待你重新启动它。从今天开始，每天花5到10分钟，好好对待你的身体，它会用稳定、用力量、用自信来回报你。
记住，改变从今天开始，从你躺在床上做第一个动作开始。祝福你重拾平衡，重拾自立，重拾属于你的精彩人生。我们下次见。